唔少人中意食沙律減脂，但喺中醫角度，經常食生冷嘅沙律，容易損傷脾胃陽氣，引致寒濕內生，阻礙氣血運行，會出現怕凍、手腳冰凍、倦怠無力。女士仲可能會有痛經同埋經期延遲嘅問題添，尤其係虛寒體質、感冒中或者女士經期中，都唔建議食沙律做正餐啊。但係想間中食，又唔想太寒涼，有幾個小秘訣嘅。第一，唔好空肚食，飲啖熱湯暖下脾胃先，可以減低對脾胃嘅損傷。第二，可以配搭煮熟嘅蔬果，生熟蔬果比例最少係5:5，例如可以加埋煮熟嘅毛豆啊、西蘭花、南瓜等等。第三，配搭溫性嘅食物，好似熟雞蛋啊、合桃、松子仁、腰果或者杏仁等等。第四，可以加啲辛溫嘅香料調味，例如薑黃啦、黑胡椒啦、紫蘇或者羅勒等等。咁樣食沙律可以健康減脂之餘又護脾胃。